我曾經以為，如果我要一個好嘅未來，我必須要好努力咁樣去工作，全程投入咁樣就能夠可以掌控到自己嘅人生。但後嚟我發現，原來咁樣落去，我根本冇辦法可以掌控自己嘅人生，而且我嘅未來其實係俾人哋控制住。我係嚟自香港嘅 Ivy， 曾經做過好多唔同嘅行業，保險、零售、餐飲、化妝師、美容師等等，每一日做過冇停手，最高峰曾經同一時間打4份工作。但後嚟我發現，我換嚟嘅只係一份忙碌而又唔踏實嘅生活。呢一份忙碌嘅生活更加不斷地令到我嘅健康走下坡。嗰段日子擔心嘅唔係忙，而係忙完之後睇唔到未來，身體越嚟越差，精力亦都冇辦法追得上工作嘅要求。我好努力，但係我發覺我好似困咗喺一個我冇選擇嘅循環入邊。直至到我遇到余珊娜，佢唔單止係一份同健康有關嘅事業，更加係一個令我可以重新掌握我自己人生嘅機會。喺呢度冇職場嘅天花板，亦都冇年資嘅限制。我付出每一份努力，都實實在在咁樣喺累積翻自己身上。佢令我見到一條真正穩定而又能夠可以長久行落去嘅路。佢更加令我知道未來係可以自己掌控嘅。亦都係因為呢一份事業，我終於可以好好咁樣陪我屋企人。我唔再錯過小朋友成長嘅任何一個機會，可以好自由咁樣去安排自己嘅時間。我擁有一個幸福嘅家庭，唔係因為我賺幾多錢，而係因為我有時間、有健康、有選擇。我希望成為孩子嘅榜樣，俾佢知道媽媽唔淨止係好努力嘅，更加係懂得點樣去揀一條啱嘅路。今日嘅我已經唔需要再打4份工啦，收入比以前更穩定，身體亦都比以前更健康，時間亦都係屬於自己嘅。呢一個絕對唔係一個奇蹟，而係一個揀啱方向嘅結果。如果你曾經同我一樣好努力，但係發覺未來都仲未喺掌握自己嘅手中，又或者你想有一個更加好嘅將來，唔好等啦，去了解一下余珊娜呢一份事業，行出你嘅第一步，就可能因為呢一步，你嘅人生嘅新篇章重新開始。期待與大家喺頂峰相見。